台北幽冥山有一栋市定古迹草山御宾馆，在日本时代捌接待过自仁皇太子，为去年开始整修，要拼伫2026年完工，开放予民众参观。这栋踮伫咧台北市幽冥山村骨架的建筑，是起伫1923年的市定古迹草山御宾馆，特色是日本西洋风格混合的建筑。日本时代捌接待过自仁皇太子，但是因为时间久远，透风落雨，建筑已经损害。市府甲中央为2023年开始修复工程，经过一冬，即马完成结构修复。听说进度到15%了。照这个进度来看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每隔半年、1年来，到了115年以前，应该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这个整个的变化。快木的古迹，你只要一天不注意它，它就随着周遭的环境在慢慢的被侵蚀。这是我们文资工作要跟时间抢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草山御宾馆是由中央甲台北市府共同修复，国发挥出1.6亿，委托台北市府代办工程，希望拼2026年完工开放。不过建筑损害较真严重，市府希望中央会当增加预算。国发会表示会参文化部讨论看卖，会再来跟文化部再来谈啊。如果有不足的部分，我想我们会尽量来处理，结合我们旁边的一个中山楼，还有周边的一个阳明山的一个景观，让我们未来成为阳明山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景观廊带。市府甲国发会所落来的讨论修复完成了后，草山御宾馆的营运方式，初步估计希望通串联周边的景点，打造温泉小镇、去因观光。草山御宾馆为开始研究到开始修复工程，拢有录影。即马市府也推出第一部分的纪录片，唔但影像保存珍贵的过程，也通予未来其他古迹修复做参考。记者郭明正由台北报道。